友大家好，欢迎收看今晡日福气类类嘅节目。今晡日老大家来讲嘛，界咧非常嘅难得，你今日绕墙都是嘅客家歌手吼。你仲咪讲当难得咧，因为佢可能荡球。讲提示遍咯，荡球冇到天时档，然后大家来见面咧吼。今日特别绕墙机类嚟，然后大家来分享一隻當好嘅消息吼。起碼嘅咧，頭擺嘅事情，2029年嘅音樂會，大家係睇到馬莎咯。不過，你先來看下短片，長得繞牆機。耶！今日咧分享你點解裏邊學佢係呢個阿滔哥分享。主持人好，大家好。阿滔哥，我講一開始時我未知道當拍攝有冇，因為從我講咪有冇，好像就好驚冇想講嘅。哇！今日咧分享阿滔哥就很有磁性。大家好，我係阿滔哥。所以我哋還會稍微更有磁性一點哦。今日當番要做啲我講到阿滔哥呢度節目地圖講述采訪。今下看到嘅嗰隻短片，可能已經係6年前嘅事情。按叫咧嚇，有6年咧。係，因為係非常難繞牆嘅來上節目。解擺嘅從個過後，你可能唔知哦，我當年就繞牆呢。你從來唔是講好，就對啦，大家來分享一下。用禮拜係有很多嘢哦。係，主要係一方面係叫心情啦，心情係這樣是有一段時間當冇想來離開中下。除咗特別是很多慢來聲音是差，當緊張，但係我慢慢就啲個進化嚇。按其中進化過程，我發現講，喲，特別空氣研究要下好啲咁樣。不過大家談到阿滔哥講，大家可能會知道講，哎呦，台北其實讀中下之前，阿滔哥未帶到台北啦。台北大24年。係啊，你想看看，你係台北大了22年就轉到中下。要轉中。係，不過剛講你轉到中下過後，非常的適應。慢慢變到好冇適應台北嘅生活。確實。中下大係很冇人緊張。輕鬆。我禮拜咧，我去到台北有太進步嘅地方是日週哈，因啲台北大哈，去上班也好，去學校轉到屋卡哈，皮公控哈，那衛生紙哦。轉啊污色咧嗬，你係唔會咧，冇人污咧。頭擺到台北大時節有冇？你去歐都擺去轉去屋卡，做啲涼嘅沖污。對，你兩家咧都用臭到咧嚟講到台北，唔過基本唔見面當番要做啲繞牆到阿滔哥嚟到兩片。唔過節目一開始先讓大家來分享一隻好消息，好冇？嗰時係你兩邊是咪有頭擺嘅事情？2029年嘅音樂會。音樂會兩場喺台北。兩場喺台北，好啦，大家來講下，先來講下，第一場係3月15號，在誠品表演廳。衝染嘅為所的松煙。錯，第二場係4月13號，到溫水義溫中心，都是阿布拉7點半，總共是兩場停停。所以當番佢今日嚟到兩片，然後大家來分享安樣嘅一隻音樂會。我攏講，我看下，我考試下，佢即刻可能唔定，你幾時開始做啲賣票冇？隨時吧。用這秒講呀，用這秒你好，你第一擺阿滔哥嘅頭擺嘅事情，2029年嘅音樂會其實係到1月28號開始是做啲預告咧。好，我想啲票吼，可能一講出去，馬上就搶票搶光了。去到哪位買？啲嚟嘅，係1點。係哪位買咧？我攏講。
又见店做得去，开始理解便利商店。7-11做得去到 iPhone 改变是居家走一改变卖票，做得去改变纳票，是送到你讲 IndieVox 了只网了只片推啊，做得到改变卖到票。所以今当帮伊开始先让大家讲安勇改自信，系讲你不想错过，你冇想会去错过200按2冲改音乐会，做得家家落去卖票。好，俺系当拍摄讲啦，票好少哦。是啊，我也冇信心，因为禮拜音樂會上到按到台北嚟去做老朋友吼，一走20年、30年冇看到，我相信會上驗了啲老朋友，有啲老朋友又打電話幫我，講讓專門嚟裝下薯條下，又係白宮下啲嘅唱歌啊，來台北唱到揾我哋了到人談，我想好啦，我談兩場看。個路橋橋咁啲行路行得麼？係阿土哥嘅老朋友打電話幫伊講，哎呀，你穿杜家偉從來都想去彈嘅歌曲都冇法度嘛，除了彈 CD 之外，咁我唔係我電腦係我當年度繞牆機嚟到台北做啲從歌本台家彈，沒有成功過，所以基本以後我還是會好好的努力，可以繼續做啲繞牆，我透過呢度讓旁然後讓大家來分享吼從何彈嘅歌曲，咁個公司才會鄉親朋友家下一談到嘅節目一開始嘅時間係沒有談到該首歌曲跳擺嘅事情吼。我覺得一定我來講，家下要看到聲音都該唱，聲音很奇妙，記得一塊嘴好彈壞彈都係好彈，那種感覺。可是讓阿土哥嘅歌曲非常嘅，我覺得非常的美，其實按打起來都有感覺，係咪？而且奇妙嘅係兩條歌曲你兩下彈。20年前彈，那種你對嗰種兩條歌曲嘅感情到感覺不會改變，所以兩面係阿土哥就在講係20年前提起跳嘅夯意嘅重奏，這很特別吼，係嘛個起心動念會讓你那時候也聽，夯安樣改。我寫兩條歌係因為重點係我寫本愛講讀。嗰兩時愛講差90歲咧，90空啊，我看佢身體經弱，我想你老人家講話是難事，冇嚟寫條個笑起佢，冇難人難事頭氣嘅嗬，我會感覺心肝會艱苦，因為我見我細嘅時間，我講嗬，看到我條孫啊轉來嗬。當歡喜山歌雅天當台上唱本孫兒堂。阿公咪唱山歌。嘿，看到學生啊，行街路轉咩？用我記咗愛孫兒是唱山歌不愛講堂。我學下哋唔啲講埋好，同學亞公送山歌咯。而且因為跳擺中啊，行路又冇上邊下，都是自家行路轉而冇行路到冇卡咧，中間愛講看到愛就是個唱山歌。後來回想，其實我係按照 DNA 啊，啲朋友阿公、我爸、我家公，你都全部好唱歌。冇一天係山歌啦，但係全部好唱歌。你就按照血統要傳到。我想我哋老人家愛講會告白咧，嗬，跟係咩飛開一條歌俾他。杜好人本記人哎，那都是非常。我出社會時候，南門坎下，南門坎下牛眼樹當個山麼貴年，又咪叫啱啱阿山頭個富蓮樹下有啲個動物水，山，後來故事性嘅東西嚟寫出來以後呢，唱不啱講堂，跳擺嘅事情跳擺，你還記得麼？跳擺的事情跳擺，你還記得麼？那副歌的部分就針對愛公來講，你記得麼？阿公，你記得麼？雖然開始在寫歌，跳擺的事情係寫第一條。所以阿公當年有回饋俾阿公，阿公咪有回饋俾你。阿公笑咪當笑，平常冇乜表情啊，我唱了個唱衰佢笑。那乖棍靠愛，
啊，表示讲生气啊。啊，鼓励动案开始，今日安部头有写线线好水啊，今日有写台戏啊，今写，冇法度听。日子本来唔系写歌嘅，本来做雕塑，雕塑，一支吉他，一种情感嘅一种嘅文化嘅问题冇想到是可以这样，然后也就参与给保留出来。那工作还得配雕塑还是冇做是做，就很可怜。该是因为你的身上有在按钮，有冇？有在按钮。该按钮其实体内已经酝酿肺松豆按钮该能量的，有冇？除了有按钮该 DNA 字母，该在肌肺都该按钮突然打开来过去，所以像你讲的，该讲毒该掺水是停不了的。紧爆出来。啊！放去啊，放在去。系啊，像你刚才讲的，该条歌曲嘛，有冇？我们讲跳白嘅事情，可能系嘛嘅先先好水，先先好水地图嘛，有讲到阿公啊，讲到阿婆啊，做台丽妈啊，那都是你真实的圣白姑娘，懂冇？所以做啲系讲让你嘅圣白嘅容貌，该种图用歌曲来表现出来。至少我听众我感觉会安用啦，好，我感觉局限安用嘅。不过礼拜当分戏吼，其实杜2022年先改一条歌曲杜俩下，其实已经2022年里俩东龙又非送都改歌曲，有很多美好的不同改走出来，终于大家就得读3月15那是13年，就得好好来谈阿涛哥来重歌吼，还有乜嘅故事啦，大家都分享，你等下就来讲。今天到访东南地做的绕墙道透过呢度节目地图啦，大家来分享啊，太棒了！再讲一摆吼，跳白嘅事情，2019年音乐会哈，咁个上台节目还有讲到，我讲人很少，我讲票数量很少。我们介绍一下场地，这个场地在成品表演厅300多人。300人沙。什么哈？你度温水，你温中心。他那空间他是8个沙田。为小型的这么少？重点係我哋一開始現場體嘅時間，有一隻考量是係，因為我哋嘅禮拜練團嘅團體係古典元素比較多，有大提琴、小提琴啊，兩種嘅表演場所，還冇適合的搖滾區啊，係很寬闊的戶外就是小型的表演，佢係按照收音嘅效果，大家聽到嘅效果會係 perfect， 完整。而且安永嘅感覺係蠻改變，因為去到你在安永嘅衝手地圖，你跟不論係歌手然後係講樂手也好，那種距離感更少，感覺上好像大家一起在那個場地裡面跳下來。談音樂嘅感覺，不過大家維持到，跳擺係講過去俩按當年，大家係講上嚟談阿土哥嚟重歌嘅世界，你可能係苗평青基哦，吼，係冇說係山都青基哦，太和風青基，係冇是河壩順青基，而且都係一個人從因 unplug 安樣，有冇？自家安樣彈嘅吉他，好輕鬆嘅感覺，不過俩擺，你講full band。非松豆改樂書不一樣，對不對？這一次，而且樂手個個都大有來頭，係冇？係啊，大提琴還是請按照范仲沛，小提琴蔡耀宇，還有貝斯手叫 Tosh 日本人啊，percussion 就是打擊樂手，按照安姑，安個南海一家是係長久來合作嘅錄音室，也係我 keyboard 手，按照小蔡旭峰，安個吉他，安個而家按照葉赫普吉他當腔嘅，禮拜有6、7、3來參加，我知道有一家冇強人嘅發展。除了發展冇強人，其實你會不會覺得你自己感覺沒冇強人？會不會？
你可能读苗偏后把孙，这跟音乐能量无关，你一直都是一个人。你应该是共口啦。其实日走去家里嘅搞，不管有冇人搞，冇因为你用为小场两家死人用乜嘢，爱发现用乜场，一团嘅时间，有谱嘅时间，大家是精准，精准合作，你係真是係愛共口，真是係來搞，因為希望大家做進步啦。希望大家做進步，應該只有先進步。因為公共界世界有了透過大嘴姑透過講哈，跟他說你要對我來講也是我自己的一個進化。對哈，這是自己的一個進化。可是大家談起來會非常嘅深情，因為對動態構想來講，這個是一個好像一個音樂人，他一直在裡面的一個環境。如果對透過來講，我像田園詩人一樣。我像吟唱詩人一樣，如果基本應該要跟一個7個很優秀的樂手，有冇？架音，係一團音，一對音，然後不相符來配合嘅時間，那要去進化，要去進化，因為那個時候就不一樣了。我想一三音想用的是，感覺真的不一樣。因為客戶嚟講呢，可能萬一不一下調搭，默契能夠培養起來，對，這是我希望能進化的一部分。你自己有進行你講動，很沉浸在裡面嘛？會不會？有嗎？還是你覺得這個是一個進化過程，有時候一點點痛苦，會嗎？我可以容許有小小的錯誤，容許有小小的錯誤，意思係講可能該到專業嘅樂手對佢都會講，他們就是一定要絕對的精準嘛，是這樣。通常是錯在我。鄉親朋友，你看哦，係講你頭排是當校彈透過唱歌，不如係幾個音樂，然後係個現場來去彈。禮拜冇強啦哦，禮拜度按樣嘅空間地圖係一團音來營造一個我們說聽覺的饗宴。好，所以鄉親朋友，家家哦是有300人中到18人中，家家都會賣票，我建議賣冇，怕大家買不到。不過很特別的是，因為禮拜嘅音樂會。好，除了有音樂會，其實也有音內列界。你講從音紀錄片界，你講小小的分享會映後座談會也好，然後講共創會也好，對不對？共創會，馬上被糾正客語，我講共創會，共聽講共創會，係然後講用嘅共創會，好，很多場非常多場，會聽嗎？又係講你下準備好嚟戰鬥咧。當然要你下心情去分享，你台灣很多位數嘅朋友來分享。係，你看哦，其實去到咁多地方呢，台北、宜蘭、台南、台中、花蓮，因為寫難多場嘛，其實我也希望透過呢個機會吹聊。吹聊，因為你講頭哥講，你讀善讀種下有一段時間你下想去進化一下。除了聊，除了聊，不過其實吼，所有嘅鄉親朋友係講，你對安樣嘅共創會有興趣，咪家家都要把握時間。不過係講你想去談到當好談嘅音樂。該是把握禮拜嘅兩場嘅音樂會，不過禮拜我訪問頭哥，其實我心肝都動緊咗。可是呢，不過呢，我也覺得真的有不一樣。你知道為什麼嗎？我的第一個不一樣，我係讀音樂會到倆紀錄片的放映座談，我係先讀掏耳朵時間，才發現頭哥你真的很活潑為咩？跟現在不一樣，你在那個 YouTube 平台上面的掏耳朵時間，怎麼那麼活潑？我哋3條都是好像綜合聲音啊，無拘無束，無拘無束。所以你針對這個掏耳朵有沒有那個小片頭？對於來講咪很突破嗎？這兩種嘛東西哈，介紹一下。義工呢，其實拿到兩邊喺度，有人講老背，有人講抗考啊，就是河蚌，
河里面，应该係避湯啦，比如講善福啦、桃園啦、中潭啦，當到睇避湯嘅位數嗬，善福未當到，避湯度呢有一種很大的安泰家嘅東西，河蚌。有這麼大嗎？老北有哦，台家有8種嘛，安泰家。好，可以吃嗎？該食的，該種下好好的處理哈。哦。好好的處理，打開來炒，再炒韭菜花，細腸來炒韭菜花。愛啲，愛真是啲，愛真是啲，愛已經當叫冇食到倆滷菜咧，愛倆下阿土哥一講愛真是啲，頭擺度種下真是會炒韭菜花，就很像是，反正就是貝類的一種，係嘛？老貝。冇講，嘿，又愛啲，嘿。該種下呢，日做係喺度窮苦人食咧。還有錢嘅人唔會食嘅東西，佢了嘅會出奶味啦，了會出奶味。我來細腸來，其實也一斤菜食不。是。我想配麥酒一天不錯。哎呦，下酒菜哦，吼，真是吼。你下來講嘅就得講係。你講海產吼，所以鄉親朋友可能想講，你講嘅係乜嘅？係講鄉親網友看過嘅，真是我非常建議大家吼，有電腦嘅、有手機嘅，抓下，請到個 YouTube 有冇？打掏耳朵時間是就得看到，當電影下嘅2-3分鐘嘅短片，對不對呢？有對阿土哥動到夠 Q 嘅少嘅。好有趣哦，是不是？我就說你的內心其實充滿着音樂的能量以及活潑的元素在裡面，有冇哈？動定一下哈，所以他們看過嘅用心朋友一聽到，夾夾來，仔細來看，所以裡面都會有你動到冇強過去短短嘅手嘅。係，因為主要手嘅我做音樂，韓國嘅一個種下聲法，同埋神奇嘅東西，非常研究咧。拿出來到大家分享。所以大家就得看到，該愛問你哦，你對做安樣嘅記錄嘅時間，像掏耳朵時間，這樣整個記錄，對你來講，是不是也是一種進化跟突破？其實也神奇啦，個攝影團隊挺愛戲哈，等於愛發現乜神奇嘅東西啦，記錄講，其實拿記錄起來。所以係記錄，所以該寫記錄聽靈醫嘛？聽嗌唔係圖人聽嗌用慢做哦，設計嘅想法。哈，動自然嘅記錄，動自然嘅記錄。所以大家會發現，其實你給你大白來講是一種進化，其實那是阿土哥比較謙虛的講法啦。吼，其實真的是因為大白又按用改音樂會，又按用改記錄片，就得講係真是對個性二性語言動到改，你講。不論係講你的心路歷程也好，我感覺，對不對？你對安樣事情嘅分享，那係講你對高級嘅分享，對你心裡面情嘅提一種專輯，對底下嘅，你講你讓一青年嘅散下天蜜嘅音樂嘅分享，就係講對研究200年，當到嘅第四件，當到嘅法統，當到嘅。你講紀錄片也好，掏耳朵也好，就得要動到很好多嘅認識嗬。咁講咧，大家是咪想啊？今日繞牆到阿土哥來到呢片，講真是冇法度談到佢現場來創一下，係忙，所以咧大家聊下，你等下是談阿土哥來現場創一下。大文化，溫泉為大黑啦，砸電花，一砸電花，人就為電黑啦，大文化，一砸大文化。溫泉為大黑啦，砸電花，明明一砸。
电发，你去会变电吗？大วันฟ้า日ดูคอย向满天下。总上，哇，了是一种现场界谈歌曲界感受吼，是讲大家上的感受，哎，种界气氛哦。我们可以说不一样，因为这次是副班演出，动到界，动到专业界乐师吼，你两种界是乐会，有机会谈到了跳歌曲吗？还是现在还是歌单，还是先神秘保留？有啦。哎呦，说对吗？因为其实按你是让你按都该总是要挑歌，会不会觉得都该下在脱歌曲改时间，会不会有点很难取舍？每场大概有16条、17条的歌。是差不多2半钟、90分钟以上的表演。也有新歌。也有 Q， 也有好日走出版的，也有网友出版的，全部有。网友出版的哪有？哇，所以这个有神秘歌曲地图的感觉吼。有啦。因为可能按都改歌曲吼，但是你有头本，然后大家的分享上总是有一些取舍上的，想说这首歌也想要分享，俩首歌曲还想来分享吼。不过改下堂都改大文化吼，非常有意思哦。它不会动喉感应是这是百合嘛，对不对？台湾百合，台湾百合。不过动豆感应一开始，记得了解，它不会容易讲的时间是没讲，这是什么花？所以这有什么样的故事来分享？细细时间哈，老人家会讲喺台湾百合拍当奖开出来，是因为撩掉没猫狗嫌的年龄就。收钱为压啦，为棒啦，为嗰种些声音全部按惨按压，很係時候要一隻環境教育嘅東西，老人家是會講，個法唔可以扎機你壓機扎機嘅些暗呀你盤穩為大鐵咯，大文化你嘛大文化。玩不打烂的，这是真的吗？真的好有意思，都有改故事。马英丹因为客家人电发，人家讲电妈发。马英丹其实它有神经性毒，神经的痛，你的皮球嘞会上脑，会神经会变电妈。所以是要按样改创作改。灵感老念头，就要按样改。老人家有个智慧，有个智慧老人讲，免当球，其实是一种环境教育的很重要的一个课程。那曲呢？编曲呢？因为你看它这么的轻柔，这么的浪漫，怎么都刚才讲的故事有冇？那现场朋友来分享一下经验。其实语言的美化，语言的美化就是旋律，就是音乐。你讲白，讲格格是变 rap，他慢调像香港人像超人，他慢调装下老人家讲白是唱歌人。谁啊妹，奶酪你要不安家？嘿么，就是天上大雨，要是变旋律。
讲到了吼，大家是会发现到，你看，这就是阿土狗嘅特色。因为你讲到一种嘅好专业嘅讲法好咧，因为大家讲你讲花料，你讲客家话讲花料，所以大家会讲，你运动像冻喉糖吼，应该袂运动像冻喉糖，其实就是讲袂，所以对我们说一字形腔，所以等于是你听人。你为原本拥有的旋律唱进那个曲里，是的，这样音，音乐是很简单，没有很简单呐，简单。所以大家会讲啊，上次一种买谈开阿托狗从狗改时间，你会觉得很像在听故事。该下你分享头白嘅事情，你重播阿公谈嘅事情，你该种感觉是从阿公讲话，你跟他讲话，头白嘅事情，你记得吗？对，所以在那首歌里面的副歌，有一团係回流來唱，如果有一团係自然嘅腔調來唱，你看音就不一樣。我不卡講三種客家話，要講自然，又要講海風，又要講唱落法。衝浪啊，其實完全唔會嘅，就得講一句來談談咯。北美按到太陽。哦。我没办法呼应的呀，头哥。长的，因为冻少你要冻少糖豆。所以其实也因为安用钙训练，我的意思是讲，因为你刚刚讲从歌重新巩固强融嘛，你是跟着他的音乐你就唱出来，所以那个情感特别不一样。因为你好像我现在在跟你讲一件事哦，我还公布一堂，你还宠不一堂，所以你会特别有感情。所以讲到该条歌曲有些西然腔与西然腔的音律，回流腔与回流腔改音律，我去宠你，就是这样的感觉。天上打你，天上打你，从散购美黑啊，散购该散购妹是系天上打你，安样出来耶。所以大家想会弹歌曲来弹阿土狗讲古，在一场演唱会里面都可以感受到。全部有，全部有哈，讲古不一堂，所以俩系大文化。讲到俩片呢，客家话系讲当好改乡亲朋友，安讲好像有语病，就是你系讲母语是客家话，感觉都会谈啊，透过改歌曲，有时会特别有感触。为什么有太多的俚语？我们你讲乌客语，你讲很地道改讲法，在你的歌词里面都听得到。大溜架，大溜架，我谈到了这咩声？我是声音问我了乜意思啊？了乜介意思？大溜架。下面有两条歌曲，有，大溜架是跳摆壮行音吼，声音啊，但散读而學教散下咧，跳啊跳，伊正常行嘅彎路嘅音吧，架，咁個大溜架而學教嘅聲音，他學教又要按照下戲，按照大象溜滑梯就啊，水那歌嚟嘅。那個我溜過。我跟你講，要大溜架咯，要。其實到了散讀完流連出來嘅捍衛窮人，就是向斜坡溜下去。所以嘛，彈阿土狗嘅歌曲，是咪彈到動到安樣你講非常有意思㗎？會消失佢嘅，會消失掉嘅語言，所以你做得彈起講古，你做得彈到安樣嘅地道嘅捍衛，你還做得。看到改良世界农村社會嘅景象，因為就像山內角嘛，台樹下嘛，對不對？所以一直以來你的創作都跟環境，好像跟水很有關係哦，水，河壩、海，我從細時間是河壩順帶，因為生命，因為屋下田啊、農作物啊、水果啊，所有嘅按照耕種嘅最重要源頭是水源，因為冇水源，乜嘅是種皮。韓國也做得講，也土地生長了都萬物來本人生命做得傳下去。河壩是因為冷水，天當的潤變成旱垃個，變成河壩，變成伊到潤呢，到天流度，本來伊
我对台戏来，也都最重要的源头是水。我上岸到年，我虽然做音乐，但係我源頭最重要的工作是生態保育，對環境、對魚類的呢種同聲。讓我寫接觸呢種環境有前台嘅關係。其實係希望講做啲透過嘅音樂，讓大家做啲去真聲，你講大地萬物咁樣嘅感覺。不過係講你想去青年在查古一擺甘肅多水地，仍然係擺去夾夾去賣票，有兩種咁樣嘅音樂會，最美咧非常感謝透過年紀。來到電視台，透過電視台大家來見面，非常感謝哈！希望下擺有查個有機會就邀請你來。OK。哦耶！聽下來做乜嘅咧？大家來看一下阿土哥嘅近親推薦。一晃眼头摆的事情，专辑出来以后，已经22年。那这段时间我很少有机会在台北表演，所以这一次跟一些专业的音乐朋友，我们有一些练习。2场音乐会，诚挚的欢迎各位朋友。